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0月初2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出埃及记18章第1节到12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到1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基督。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提到着基督徒应该爱用基督做主，因为基督是咱的主。好像亲像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，伊的信仰告白：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囝。早期咱知影，伫地方的时代，被称作主的人有真大的权柄，所有称对象做主的人，拢需要完全的顺服。伫伊的生活中间，必须要用主为着主来活。就是基督信仰来讲呢，当咱称基督是主的时阵，咱就必须爱互咱的全部的性命为着主来活。就是咱会定定去讲全为基督。性命怎样要为着主来活？摩西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？伊是安怎为着主来活？摩西还搁伫咧做埃及王子的时阵，伊就已经选择为主来活。伊所认同的是上帝的子民希伯来人，因为伊必须爱，因为安尼啦伊就必须爱来逃走去到米甸的旷野。后来伊伫米甸来成家立业，成做米甸祭司叶忒罗的囝婿，伫遐来学习认捌上帝，服侍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出来记28章第1节到12节。经文甲咱讲，摩西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，听见上帝为着摩西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做的事，就是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，叶忒罗就带摩西的妇人人西坡拉来。摩西以前捌送伊倒去伫后头厝。叶忒罗嘛带摩西2个囝来，一个叫计顺，一个因为摩西讲我囝脚伫外邦，一个叫做以利以谢，因为摩西讲我的祖先上帝帮助我，救我免死伫埃及王一刀的下面。摩西的丈人叶忒罗带摩西2个囝甲伊的妇人人来到山顶，上帝的山。摩西伫旷野杂营的时阵，伫迄所在，伊请人去甲摩西讲：我是你的丈人叶忒罗，带你的妇人人甲2个囝来到你遮。摩西出去迎接伊的丈人帕勒去拜伊，甲伊斟，因互相请安，入去布片。摩西将上主为着以色列人对埃及王甲埃及人所做拢总的事，以及因伫路中所拄着一切困难，以及上帝怎样来解救因，拢详细讲互伊的丈人听。叶忒罗因为上主好款待以色列人，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就真欢喜。叶忒罗讲，上主应该受称赞，伊有救恁脱离埃及人甲埃及王的手。但因为上主有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压迫，我知上主比所有的生命更较大。
摩西一场人亚伯勒就将烧化祭甲祭物献予上帝。阿伦甲以色列的长老拢来，甲摩西一场人伫上帝的面头前来做伙食。也因为安尼，摩西也就搁较专心伫服侍上帝的顶悬，也全拢是为着主来继续头前的路。保罗嘛安尼甲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讲，我特别想着恁的时，拢感谢我的上帝；特别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，拢欢喜的心来祈求。因为恁对头一日到现在，拢有同心协力伫传福音。我深信，迄位伫恁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会继续甲因甲迄个工作完成，直到基督耶稣过来的日。我常常伫笑念恁，对恁众人有即款的心情是当然的。因为无论我现在伫感觉内，还是以前为着福音辩护，甲最近的，恁拢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赐。我用基督耶稣会听的心，里笑念恁大家，上帝通甲我作证。我所祈求的是安尼。恁的听是会加添，恁的知识甲逐项的判断力嘛会哪进步，互恁会晓得分别什么是上好，安尼伫基督的日，恁才会诚侪纯洁无通嫌的人，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好的德行。通阳光甲娱乐归乎咱的上帝。基督徒的生活必须爱归阳光互上帝，是无通指责的，是纯洁的。保罗认为安尼的生活是上帝予伊的特权，就是会通自由为着福音来辩护甲作证。保罗安尼自我要求。伊嘛进一步甲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讲：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拄着的代志，颠倒互福音搁较进展，直到王宫的全体敬畏甲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拢知影，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真侪兄弟姊妹嘛，因为我受关家。伫主的内面，搁较确信，搁较好胆，无惊吓来传上帝的信息。因为基督的原因受掠受关，保罗认为安尼是合伫上帝予伊的呼召。保罗伫咧写批互哥罗西教会的批信的时，安尼讲着，伊讲。做努力的逐项代志，着顺服世上的主人，毋是为着要互因欢喜，才伫因面前安尼做，是因为敬畏主诚心做。恁无论做什么，着真心做，毋是为着人做，是为着主做。着知主会甲恁报赏，互恁对伊得到产业。恁的服侍是为着主耶稣基督，做歹人会受着歹的报应，因为上帝袂偏待人。哥罗西书3章22节到25节，无论做什么，拢是为着主来做。咱的性命是属于基督的，咱所要做的代志，就是为着基督来做。这嘛是保罗佮对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所讲的话。伊讲，
因为照律法，我已经死伫律法的下面，是要互我上帝来活。我已经甲主基督同定伫十字架，安尼，现在活的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的活。我现在活的是靠信上帝的囝的活。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，互我无互上帝的恩典失去效力。人若靠律法，会当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吗？基督死就无采讲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，寻无你，亲像鹿切切寻无溪水。我的心喙焦，寻无上帝，永远的上帝。我什么时会当到上帝面前去朝见？我暝日用目屎准饭食。我会对着一直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厝，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守节。我对念这的代志心非常悲伤。我的心神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海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豫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迄文，米萨的山笑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声，深烟甲深烟三应叫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，淹没我。你是上主赐落伊的慈爱，免是伊互我唱歌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，你是安怎袂记得我？我是安怎着因为对着的压迫悲伤行来行去？我会对着欺负我、拍碎我的骨头，因一直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海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犹豫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。但活的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的活。我生命爱学习基督来活，求主帮助阮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。